如果你而家正係處於人生嘅谷底，恭喜你，因為咧你應該會馬上迎嚟就係呢個築底嘅反彈。點解我咁樣講呢？人生嘅谷底好多時候，我哋往往都以為呢一個一定係我嘅唔好彩，呢個應該係我嘅一個好低潮嘅時候，我好似永遠都爬唔到上嚟。但係其實唔係㗎喎，冥冥中呢啲嘅安排其實係讓我哋有一種能量嘅重組。呢個能量嘅重組好多嘅時候都係有咁嘅需要嘅，包括咗可能一啲同你能量已經唔夾嘅人，佢會因為喺呢段時間會離開你，甚至乎係話我需要換工作啦，甚至乎係話我對於平時我中意嘅一啲喜好，好似突然之間而家又唔係太中意咯喎，甚至乎係我覺得好似冇乜動力啊。其實佢都話俾你聽，喺呢一個時候係你係應該讓自己重新再去重組一下。我哋叫好似去重組一下你哋嘅入邊嘅程式啦，重組一下我哋內在裏邊到底發生緊啲乜嘢事，包括緊重組我哋嘅思維，甚至乎我哋好多嘅生活習慣。咁喺呢啲重組習慣、重組思維嘅過程裏邊，你會慢慢發現自己有好多時候並唔係你想象之中咁谷底嘅，甚至乎呢一個嘅谷底，佢往往係一個好好嘅平台，好好嘅階梯，讓你去到築起另一個人生嘅高峰。佢會係另一個平台，讓你踏上去呢一個嘅平台，可以望到更加遠嘅視野。所以我哋要知道，人生嘅谷底一啲都唔可怕，最重要嘅係你到底願唔願意喺呢個谷底裏邊，讓自己有一個停留嘅空間，甚至乎喺呢個谷底裏邊，讓自己可以望清楚自己到底喺呢個時候我需要重組啲乜嘢。於是喺呢個時候，你當作係一個考驗期，係一個經歷期嘅時候，恭喜你啦，因為你就嚟會反彈，你會迎嚟另一個嘅高峰。